小姐，咁我叫 Connie，咁呢位就係我妹妹 Peggy 啦。咁依家大概40零歲啦。咁未病發前咧，咁佢其實就做一啲編輯工作嘅。咁做過啲日文雜誌編輯啦、品牌雜誌編輯同埋啲網頁編輯工作嘅。咁佢第一次發病咧，就大概2011年就首次係呢個視神經脊髓炎病發。咁初期病發嘅時候咧，咁佢就出現咗雙腳麻痹啦、痛啦、冇力呢啲症狀。咁初時都淨係睇骨科醫生，咁接受咗啲檢查，但係都揾唔到個病因嘅。咁輾轉之後咧，就睇咗呢個腦神經科醫生，就確診為一般嘅脊髓炎嘅啫。咁接受咗高劑量類固醇治療之後就好翻晒嘅。咁但係之後幾年間佢都再多次病發，咁就導致同埋大小便都出現咗問題嘅。咁加上經常要請假覆診啦，同埋入院，咁就已經冇再返工㗎啦，就要留喺屋企休養。咁去到2014年左右啦，咁就正式確診就患上咗視神經脊髓炎。咁去到2017年嗰次就最嚴重嘅復發咧，就直頭令到下半身癱瘓咗嘅。咁佢其實由初發病到依家咧，大概每2-3年可能都會復發一次㗎啦。咁都曾經用過晒類固醇藥物啦、口服免疫抑制劑啦，同埋生物製劑嚟控制個病情嘅。咁但係都依然係有復發嘅。咁每次復發之後，其實佢嗰個身體情況都會再轉差嘅。咁尤其是下肢嘅功能都受到影響啦。由最初可能用第一次病發之後用拐杖行到再復發之後用4腳叉，甚至到之後要用助行架，到再後期要用輪椅先至可以代步嘅。咁依家下半身其實已經冇辦法喐㗎啦，咁都係長期臥床。喺屋企嘅話，照顧佢其實都要用到吊機先至可以移動到佢落嗰個沖涼凳度去沖涼咯。咁經歷咗咁多次病發之後，其實佢唔同嘅部位嘅神經線都受到攻擊㗎啦。咁視力啦、吞咽啦、語言能力都受損。咁去到5至6年前開始啦，其實佢嘅視力都開始變得模糊㗎啦。依家左眼嗰個視力大概都係得返1-2成嘅啫。咁同埋依家基本上都比較難講嘢㗎啦，吞咽都有困難，咁就要用到鼻胃喉嚟餵食嘅。咁再加上其實佢依個病亦都令到佢大小便都出現問題啦，有機會失禁啦，排唔到小便咁樣。咁依家都係要插尿喉嘅。我大約了解到咧 Peggy 個情況，咁都想問一問啦。其實即係知道 Connie 都好貼身照顧妹妹啦。咁可唔可以講一講，即係譬如你作為照顧者，你睇到個情況，你自己呢幾年個感受啦，同埋其實你自己會唔會都面對好大嘅壓力，都好希望咧，即係其實社會啦、當局啦可以多啲幫手。係。咁其實自從個妹患咗呢個視神經脊髓炎之後，咁其實所以可以用嘅藥咧，喺香港可以用嘅防復發藥，我哋其實都用過晒㗎啦。咁但係都未能夠有效控制到病情咯。其實佢好容易2-3年可能就復發。咁我哋屋企人同埋妹妹其實嗰個情緒都好緊張，成日都會擔心佢會幾時復發。可能佢少少病徵，其實我哋已經擔心佢係復發，咁就會比較緊張啲啦個人。咁同埋佢依家就基本上都冇咗自理能力㗎啦。咁我哋屋企人要照顧佢，其實都有一定嘅壓力，同埋都困身嘅。咁我哋除咗要照顧佢可能大小便問題啦、沖涼抹身啦，咁因為佢長期臥床，咁我哋都要同佢轉換下啲臥床姿勢啦、餵奶啦。咁同埋我就更加要，因為我都有返工嘅，咁我就要請假同佢去陪診啦。咁所以佢依家其實要去公立醫院覆診都有幾科，即係腦科啦、眼科啦、泌尿科呢啲專科，咁都要定期跟進個病情嘅。咁同埋加上佢個病都比較罕見，咁曾經都要用一啲自費嘅藥物嚟控制個病情，咁經濟上都會有一定嘅負擔咯。其實我同埋我個妹或者我哋屋企人啦，其實就最想就係促請政府可以幫視神經脊髓炎就設立一個專門診所，咁可以集中到資源處理一啲懷疑個案，同埋跟進到佢哋個病情咯。
咁同埋都建議有關當局啦，可以設立到一啲用藥指引，就幫助到佢哋盡快確診，同埋可以用到一啲針對性嘅藥物咯。咁同埋好似我妹妹咁，其實有啲患者都已經係用盡晒香港現有嘅藥物㗎啦，咁但係都係復發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好希望政府可以引入多啲新藥，提升到嗰個治療效果，防止到佢哋再復發咯。